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9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丹纳斯洪台造成台南灾情惨重，总统赖清德特别来到台南视察洪台的灾情，甲台电修复的状况。现场有立委赖慧媛、郭国文、林俊宪甲陈廷辉陪同，听取居民陈情，并且一一回应。赖总统嘛承诺，针对沿海渔船白损害，除了天然灾害救助金以及农业部提供的补助修复费用以外，政府也会补贴银行贷款利息。没有电力，没有水，没有网络，我代表地方上的民众拜托总统。民代亲亲一鞠躬，拜托总统赖清德救大北门的渔业，因为单那是风台，台南沿海渔船不是摒弃，就是拢做伙，相关设施损伤，灾情相当严重。渔港初步估计的财损金额大约6970万块。很多长辈说，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大的一个风灾，我们希望说，这一次的灾损有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生财工具大部分已经都损坏掉了，有没有机会可以提高一个补助的一个额度？对此，总统赖清德将请农业部渔业署和台南市政府讨论，敢要去爆花做好保护措施，让未来风台袂互渔船伫摆顶高损失。电力也未恢复，发电机的租金嘛将由农业部负责，也若补助有3笔钱会当用。天然灾害救助金额一定给你。另外你要修复农业署、农业部渔业署，佫会当给你补助。剩的你家己爱负责的钱去银行贷款，政府给你补贴利息钱，就是要互咱大家要换新的，也是要修复。会当这个问题会当解决。另外，台电修复状况，风台期间台南有250支电火条展倒，
今天户数高达20万户，目前跨区动员超过500人来支援，不眠不休的拼恢复电力。对此，总统赖清德嘛到第17线视察，替台电人员加油打气，希望大家互相体谅。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但那是洪台造成台南严重的灾情，其中必须关注的就是北门区的南昆新大天府，不止庙埕淹水，门前的牌楼嘛被强风吹倒，12支快要做的条压长泡伫水内。庙方表示，这届损失预估超过2亿4千万。对空气画面看到，伫南昆新大天府头前的牌楼，因为即届单那是风台直接风扇倒，12支悬10公尺、直径大约81公分的珍贵稀土器大条全部登去，泡伫咧水内底。庙方损失歹估计，甚至也佫有人想要偷摕。没有料想到为什么，明明那么多根，竟然还能倒下去。这种东西咧买吼，那只是无价之宝啊！你讲这一支，因为这种千元的啊。千元快物，你即讲买那加工一支偌济钱，你个2、3千万嘛无得买。哦，当时迄买一支拢敢若听讲4、500万有诶。这个牌楼是1982年兴建，是当地的知名地标，毋但是台湾罕见的大型茶建筑，更是亚洲上大的古门式牌楼。依照古法工艺所起，顶悬的彩绘含展览等等，拢做甲相当有艺术性。伊会当讲吼是台湾王爷信用的中心，不管是新旧建筑，拢请一流的师傅来做。这也是王爷去指示牌楼去欣赏这个天灾的命运，这是应该是相过一下啦。对于整体的一个寺庙的一个整体的意向而言，那当然是一定有影响哦。设计上面如果需要文化局这边来协助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边会愿意来给予必要的一个协助。文化局指出，虽然庙体是固定古迹，也毋过牌楼煞毋是文化资产，若要登记，只会当由庙方自行负责。市府必要的时阵会当协助。济文史相关专家学者表示讲，这届牌楼倒去，有可能是王爷斗相共，互台湾避免灾难。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安南区快速发展，人口增加，位伫9份中卫区的海南里原本的活动中心，因为真老旧不堪使用，所以透过平均地权基金补助，开了6890万。经过2档兴建，9号落成启用，成为台南市第一座同时符合9项绿建筑指标的选择级活动中心。请剪彩，来到掌声鼓励主任。地民政局长蒋林煌、地政局长陈淑美、安南区长魏文贵等地方民代热烈精彩加启蒙仪式，全新的海南里活动中心正式呈现伫乡亲眼前，嘛共同分享入厝的喜气。外口遐活动哦，拢来遮办无要紧，也是迄种诶办倒有诶无，我拢欢迎啊吼，感谢这众兄弟来遮斗欢喜啊，感谢这。有2层楼准备接300平活动中心，不止空旷舒适，嘛已经有卡拉 OK 提供乡亲娱乐。民政局长嘛提起麦鼓歌唱欢喜出旁，甲大家同乐。该工程受台南市实施平均地权基金补助办理，总经费6890万。更难得是，嘛是台南市第一座同时符合9项绿建筑指标的选择级活动中心。让我们海南里这边有一个可以足供我们在地居民，无论是休闲也好，无论是才艺也好，无论是健康促进也好，甚至我们的关怀据点、社会福利也好，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空间。那海南里活动中心呢，我们新建2层楼，土地面积超过300平。那另外新建的经费达6800多万。可以说是台南市第一座钻石级的绿建筑，相当的不容易。位伫海南公园的活动中心，除了成为里内指标性的建筑，嘛是日后民众多功能服务的上好资源。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安南区12地南田宫，农历6月18，也就是国历7月12，是主神地府王爷圣诞。
烈风动工除了举办祝寿大典，还有免费的平安红圆甲糯米来宴请信徒。现场嘛会架设7星平安桥，互民众过桥祈福。欢迎大家小姐去拜拜到老日，为地府千岁祝寿。农历6月18，中亚省是真侪信众大德的共同记忆。今年蜜蜂延续传统，公历7月12将举办圣诞庆典。东港上午9点开始，各有宫高背景地进行团拜祝寿大典。下晡2点半会免费提供素食糯米加现煮的红圆，互信众大德食平安、食团圆。下晡3点，则是免费过7星平安桥，静游消灾祈安4号的重头戏。每一档拢数千名乡客参与，相当闹热。在日殿蓝天宫中亚省庆典，主要是在日殿部落的盛事，嘛因为迄热期间各地信众的热情参与，拢为地方早来相聚，嘛是一场宗教促进观光的盛会。蜜蜂成群欢迎民众小姐来拜拜到老日，共同为中亚圣诞祝寿。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府城埔仔店百年王船5条良斋祈安福节举办王船出场，顺景来可疑，有150人合力游王船，陆上行舟，全程大约17公里，引导信众摆设香案压架，分享献礼，祈求合境平安。埔仔店举行上计180档的王船节。乌色王船气势十足，对王船唱出发，150人合力以陆上行舟的方式顺势进来。对无人机画面来看，王船后壁也阁对着新桥砍顶头，队伍超过1000人，相当壮观。那时候听到是180年才一次，所以觉得一生可能遇不到这一次，刚好有这个机会，很殊胜的一个那个庙会啊！我觉得光是它的外观就很特别啊，因为其实每一艘王船它有各自的特色，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呢，可以来看一下王船。我觉得外面的彩绘其实非常的有意思哦，就包括为什么前面是狮子，有些前面是龙凤，大家可以看一下不一样在哪里。蜜蜂铁资450万打造帝王级王船，准新长29点9尺，全国罕见采用乌色为基底。船头是五角金龙，搭配着雷金坎彩画，图案是12星将、山海经神兽以及8仙的八宝。会当讲上大车、上水的、上威严的，咱地方爷赞。甲一般的王船节无同，8档王船节的核心是大天顺手。这摆路程大约17公里，经过台南市中心上热闹的中西区和北区，信众沿路设香案，祈求合境平安。本来是民出海报道。子宫肌瘤甲肌腺症是生育年龄女性上定期的子宫良性的肿瘤，引起的症状包括经血量上侪、经期上长、贫血、严重经痛等等，同时也会增加未生的可能性。过去传统的手术可能必须爱切除，不过随着医疗科技进步，现在时也会当利用射频消融来治疗。子宫肌瘤甲肌腺症虽然是女性较常看的子宫良性的肿瘤，但过去传统的手术可能需要来切除子宫，因此增加未生的可能性。但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真侪新的治疗方式出现。其中射频消融的手术，伫咧治疗子宫肌瘤甲肌腺症，嘛算是一种创新甲有效的治疗方式。
在过去，针对子宫肌瘤还有子宫肌腺症的治疗方式，主要还是以传统的手术为主，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开刀的方法把肌瘤或者是把子宫整个移除掉。那但是在新的技术下，我们使用这样子一个射频刀，它会是一个超微创，几乎没有伤口，而且可以针对肿瘤有效的去缩小它的一个体积，以及去改善肌瘤造成的症状。所以这是一个不用开刀，但是又可以针对肿瘤去做一个治疗的一个新的方法。它其实是一个特殊设计的一个针，那在这针的最前端，它会放射出一些比较高频的一个能量。那这样子的能量会使得肿瘤里面它相同的组织，它会发生一个热能，透过这个热能的方法来让肿瘤达到缺血跟坏死以及缩小这样子一个治疗的效果。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妇产科医师林雨涵表示，射频消融的手术是一种超纤维手术技术，唔但抗最小，而且恢复的时间嘛缩短，加上佫有超音波或者是类似镜腹腔镜来做导引，相对会比较较安全。另外，还佫会用保留子宫的功能，适合有生育计划的女性，同时嘛提高生活的品质。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今年热天，成功3月台南新天地甲中山店推出8次以下卡厉害活动，邀请所有会员甲国内各大银行信用卡的卡友，做伙到百货公司购物消费赚回馈。民众只要消费满1万块以上，就享有4%至6%的点数回馈，相关回馈7%。每年的暑假是百货业者销售的旺季。位伫台南西门路甲伫中山路2间百货公司，对7月10号到8月14期间，推出卡友较厉害的活动。今年甲伫10大指定银行合作，推出消费满1万以上，就享有4到6%的卡友点数的回馈，相关回馈7%，不管是包包、彩妆或者是保养品、电器等。超悬的回馈会用来调整国外汇率差别。持星光3月贵宾卡搭配指定银行信用卡，单卡刷满1万以上，独享4%、5%、6%回馈。使用 SKM Pay 绑定10大指定银行信用卡，消费任意单笔达3000元以上，再加码1%，最高回馈7%。再加上新天地首4日以及台南中山店首7日天天加码，超有感回馈比出国还划算。随着暑假到来，还想不到要去哪里玩吗？台南新天地与台南中山店推出6大主题活动，包括大小朋友都爱的玩心乐满地乐高快闪店。化石博览会则分别于在台南新天地有陆地主题的角头来了，以及中山店有一个海中霸王特展。那还有一个是韩国的超人气 IP 艾斯乐小兔快闪店，还有小孩放电最佳去处萌萌猪星际探险。闯关气垫主题乐园以及人人森林幼儿园合作举办的师生联合画展，都是暑假都不可错过的活动。除了超悬的回馈，另外还有6大专门店的联合庆祝的活动，以及卖出的新规，甲伫暑假6大主题的活动，有大小朋友喜欢的乐高快闪店、花车博物馆，甲伫韩国人气的 IP 美式粉红俱乐部、爱丽丝小兔的快闪店等。希望会用来打造今年热天上热闹、适合家庭出游消费的好选择。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暑假是旅游旺季，亲像澎湖的花火节，机票就真歹买。其实，若是想要食到澎湖的美食，嘛免坐飞轮机，因为最近就有顶级的海鲜业者首次推出澎湖花火海鲜鸡卵糕。结合甜点造型甲多款珍贵的鱼产，将沙西米变成艺术的鸡卵糕，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澎湖顶级海产包括蓝瓜石斑、野生泡管、马粪海胆、飞鱼卵等，层层堆叠，有如甜点般精致。艺人杜诗梅与主厨庄植龙这对斜杠夫妻，将料理结合对甜点的热情，转化为咸口味蛋糕的创意灵感，制作出梦幻般的超鲜海味蛋糕，让现场试吃民众惊呼连连。就很新鲜了，然后鱼肉很 Q。海胆也很甜，
我觉得那个海胆真的非常浓郁鲜甜，就是好像真的不用在日本，在光是吃这个澎湖就可以感觉到那种吃起来很幸福的感觉。那我使用最特别的就是蓝瓜石斑，就是这几年就是养殖成功。那本身它的鱼清蒸也好吃，料理绝对没有话讲。然后重点是它做 sashimi 要绝对新鲜，他们用空运的方式，然后我们第一时间收到鱼之后，马上做低温生鱼片处理，然后它的生鱼片口感吃起来真的跟一般的鱼种差非常多，它是脆口的，然后你又吃得到那个鲜甜，然后加上这个季节最多的 anaho。然后，因为 anaho 又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质感，所以我们用2种鱼片来搭配。另外，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泡管，就巨型泡管。我刚刚拿那个超大只，它完全是野生的。然后澎湖的，因为它的海水咸度高，所以那个泡管的甜度非常之高。然后我们又稍微用炙烧的方式给它做半生熟的处理，所以它中心保留了 sashimi 的那种软 Q， 然后外层呢又有一点就是熟度的那种脆度，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喷过炙烧的香气跟这个肉质喷过的甜度，哇，这个真的超好吃的。制作生鱼片蛋糕对食材新鲜度极为要求，为了保留海鲜最佳风味，所有渔获皆在澎湖现捞后立刻处理，经紧急冷冻并空运抵台。像是马粪海胆是在产地解禁当日即采收配送，无需药剂处理，天然鲜甜，让消费者安心品尝每一口。你要做生鱼片的这个食材，你必须要非常新鲜。那所以说，因为我们毕竟我们是在澎湖，我们都是在地的，我们自己有加工厂。那我们就是把最新鲜的鱼，然后利用最快速，直接我们从机场空运，当天就可以到。所以说，刚刚我们在做那个蛋糕，是我们昨天它还在海里游，那今天就已经在我们的美孚这里了。所以我们这个水产最主要，我们都标榜说以最快速、最迅速。几乎跟澎湖同步，当季的渔获都会来到这里。因为今年的海胆少了90%，所以说你要取得这海胆非常不容易。我们有在地有一些阿姨们也很帮忙，就是我们有跟他讲，赶着7月1号开采，先给我们一点点量，把它冷冻冻硬以后，我们就赶快送来。那我们也都通过了很多水产的检验，那我们也都会记录。渔民回来，然后他捕捞的过程，然后他整个的运送，我们都有影片，然后让消费者可以很安心这样。澎湖花火海鲜蛋糕不止外形吸睛，更以食材诚意圈粉饕客。无论是炙烧泡管的香气、海葡萄的咸香脆感，还是飞鱼卵与海胆的惊喜层次，都展现出澎湖渔产的极致美味。业者表示，未来将持续将更多澎湖高级渔获带进本岛，让民众在台湾也能轻松享受顶级海鲜的美味与感动。记者李喜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跟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
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我有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指差确认，安全有保障。阿妈你好，我是来给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同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比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
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家保哦。特别家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